台东这几天落大雨，这溪水柜涨起来，甲水流茶龙冲到大海。即马这水流茶龙来到台东的富公渔港路，这海巡的舰艇无都出入，渔民也唔敢出海掠鱼。县长赵庆玲下晡去到现场了解，也指示讲2天内就要甲这水流茶龙清好了。 上千基的大水茶伫港口默默收，甲台东的富公渔港踢甲满满满，外港的船只，互大水茶规个围起来，袂顶袂动。台东连续几天拢落大水雨，造成台东的溪水熊熊淹起来，连带甲树仔冲倒流去海上，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，甲大水茶是带入去富公渔港，占满超过100平的水面，严重影响到渔船的出港，嘛造成航道拢塌掉。真侪渔民烦恼去弄到这茶雷船的歹气，规气都卖出海。这礼拜吼。 特别大啦，咱台东大桥水吼，你敢若赛车队啊过，你也看，迄溪水特别大，我拍着几啊10万，得不偿失啦。所以讲渔船拢北咧，拢唔敢出去。南风伊就走来遮啦。台东县长赵庆玲找1到场来会勘，指示农业处爱厂商加派机具含人力，加速清除的作业。怪手是一直在护大水茶，要拼2天内清出航道，恢复船只的通行。 气燃气流把我们的漂流木都漂进来，那我们厂商已经即刻在中午就启动这样的运作，大概2天了，我们尽速在2天之内清出航道，让我们这个富冈渔港能够正常进出。因为海巡的舰艇无法度来出入富公渔港，敢会影响到海上的执勤。对这台东海巡队回应讲，目前阁有成功绿岛分队会当执行任务，并无受到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